抑鬱就唔等於係抑鬱症嘅，抑鬱係一種沮喪嘅感覺。當我哋喺生活上遇到一啲唔開心嘅嘢，就會有抑鬱嘅感覺。當件事處理咗之後，就恢復原來嘅狀態㗎啦。而抑鬱症呢，係會持續抑鬱、沮喪，影響到佢哋嘅思想、情緒調節同行為㗎。其實當今都有好多人患上焦慮症、抑鬱症、躁鬱症等等。疫情爆發之後，病患人數係增加咗好多㗎。抑鬱嘅感受就係悲傷、沮喪、失望、空虛等等。症狀主要係情緒低落，對事物失去興趣，思想悲觀，容易嬲，有時仲會無啦啦喊出嚟㗎。嚴重嘅仲會有自殺嘅傾向。另外一個抑鬱嘅原因呢，係患者唔能夠承受到外來嘅打擊，例如係突然間失去咗家人、被背叛，或者經濟嘅困難或患病等等。患者會好敏感自己嘅情緒㗎。